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小熊貓說故事嘅頻道。我哋今日嘅故事係愛蓋章的國王。你哋鍾唔鍾意吸引仔嘅呢？有位國王佢好鍾意吸引仔嘅。愛蓋章的國王，許書玲。從前有一個國王，佢有一個好特別嘅習慣。就係好鍾意蓋印章，佢喺所有嘅嘢上面都蓋上自己嘅印章，就連宮女、皇后、王子、公主嘅面上面、身上面都蓋滿咗印章，就連每個老百姓、每一隻動物都逃唔過佢嘅大印章，就連房屋、風箏、白雲都俾國王蓋滿咗大印章啊！咚咚咚咚咚咚，哎呀，大家都好頭痛啊！有一日，國王起咗身之後，發現房入面堆滿咗抗議信。原來大家都寫信嚟，表示唔願意再被蓋印章啦，因為睇起身好醜怪，好難睇呀！國王好難過，因為佢從來都冇諗到自己鍾意蓋印章係會令到大家咁唔開心㗎。但係自己真係好鍾意蓋印章，到底可以點做啊？有一日，國王喺街上面散步，佢突然見到有一個人喺度好忙碌咁蓋印章。但係唔同嘅係，大家都好鍾意佢蓋嘅印章啊！每個人都笑眯眯咁，冇人嬲喎。原來呢個係一位做包子嘅師傅，佢每整好一個包子，就會喺上面蓋一個印章。肉包上面嘅印章係小豬，菜包上面嘅印章係大白菜。雞蓉包上面嘅印章係小公雞，豆沙包上面嘅印章呢，就係圓碌碌嘅大紅豆。哇，真係多得呢啲印章！如果唔係，啲客人邊知道邊一個包係邊一個口味啊？國王好驚訝，原來蓋印章唔淨係好玩㗎，仲可以有特別嘅功用呢。而且只要蓋喺適當嘅地方，大家都會好開心㗎。我都應該要諗個好辦法。你哋又諗唔諗到國王諗咗啲咩辦法去改善呢？佢發行咗郵票同埋郵節，佢依家每日都好忙㗎，每日呢都喺貼咗郵票嘅信封上面，一個接一個咁蓋上大印章。哇，真係不愧為愛蓋章嘅國王啊！每隔幾日，佢就會設計一個新嘅郵節圖案，等每一個收到信嘅人都好開心嘛。大家都好期待收到皇家郵政嘅信，而寫信嘅人呢，就因為咁越嚟越多啦。依家愛蓋章嘅國王好快樂啊！唔單止佢自己鍾意蓋印章，大家都好鍾意佢蓋嘅印章，因為喺國王手入面，印章唔再單單只係印章咁簡單，亦都成為咗傳遞祝福同希望嘅愛的記號啊！你哋又諗唔諗到，除咗郵節之外，仲有啲咩地方會用到印章呢一樣嘢呢？你哋屋企又有冇啊？如果你鍾意我哋嘅故事，歡迎你訂閱我哋小熊貓說故事嘅頻道，記得 like 同 share 俾朋友仔啦！我哋嚟緊會出更多廣東話同英文嘅故事，下次見！